東莞華為松山湖綠島休閒半天遊。喺酒店去松山湖風景區坐巴士唔算方便，決定選擇打的前往。松山湖生態景區全年開放，參觀松山湖生態景區唔需要預約，亦都唔需要門票，隨時可以參觀。遊松山湖一圈接近30公里，今次只選西岸遊覽。濱湖路松湖煙雨景區西北門起步，呢度又叫做松湖煙雨大學路出入口，呢度有免費停車場，個半人都會選擇呢個出入口參觀松山湖。沿濱湖路前行，左手邊就係華為三架坡村一間5星級安樸柏萊酒店，酒店仲未對外有公開預訂，整個酒店係走頂級豪華風格路線，房間以歐洲宮廷風格為主，但係十分奢華。檸檬島叢林玩家冒險樂園，可能遊人太少，今日冇營業。華為三架坡村仿自克布拉格嘅查理大橋，完成於2020年。查理大橋長約500米，闊約10米，14個橋拱，兩端各有一個橋塔。哥德式嘅橋塔，橋體材料主要係人造砂岩，顏色係淺黃、淺青同埋灰黑色為主。三馬坡查理橋面兩邊圍欄上面有30座巴洛克風格嘅雕像，都係啲科學家、藝術家同埋教育家，好似柏拉圖、哥白尼、伽利略、貝多芬咁。培訓中心 3RA 區。想入去參觀，就需要申請預約，同埋由華為員工引領。華為三亞坡圖書館，對岸就係華為溪流貝波村、歐洲小鎮同埋康橋小火車。離開綠道，走去好似沙灘咁嘅湖邊。路牌指示呢個位置處於大學路西入口同埋大橋路入口之間。大風吹過，
黃葉飄飄落下。濱湖路由大學路走去松花路，蓮池夏天仲未到，花仲未開。洗手間，又叫蓮花水芙蓉，呢啲叫蓮花。松月亭，華為員工培訓中心嘅三亞波 B 區，松山湖綠道陽光沙灘驛站，呢度有觀光擺渡車、租單車、露營同埋水上活動。附近有好多租自行車嘅店，有單人車、多人車、電瓶車都有。呢個崗亭分隔綠道兩邊嘅單車，呢邊嘅商業元素比較重。松岸亭比較唔顯眼。有好多個露營嘅基地，可以出租嘅帳篷，小路入邊有更多嘅露營基地、民宿同埋泊車位。直出外邊接返濱湖路，有幾間嘅超市，前面大學路松山湖大橋。松山湖大橋出入口，用滴滴出行嘅程式叫車返酒店。
經學府路、玉蘭路。从屋里发车子那边2个人呢。近金吉鐵路站，石大路揾嘢食。喺肥杯燒鵝店食燒鵝。燒鵝飯、燒鵝瀨粉。琴日入住金吉鐵路站嘅海利雅德酒店，早餐又平又豐富。東莞1號鐵路線金吉站。